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6，诗篇77篇11节到12节安尼讲：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年你早时的生涯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，三角来祈祷，互阮讲起你的作为，甲少年你的生涯的天平。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衬。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名的缘故。拯救阮，主啊，阮要专心学罗你，阮要荣光你的名，到永远。主啊，阮要日日因为你的名来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。得到成全，主啊，因为主爱甲诚实，拢是你所赐。主啊，我要唱歌学罗你的名，我要时刻尊你最大。主啊，你对阮所做奇妙伟大，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年你早时的生涯，我要深思你的作为。静静想你的所做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